国热清的今日接见北美洲台湾商会，强调会加强台美经贸合作。另外，行政院880亿支持方案有风声讲一寡方案会放入限制。但咧病院外墙施工今早起营地强放落来有一个移工失踪，才有可能调伫内面详细情形要我度了解。天主教教宗本这个日才出现祝福这全世界信徒国外一个可乐，想袂到伊梵蒂冈就宣布，伊已经病逝，食到88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日AM 新闻，我是嘉豪。看到这天主教教宗本这个日才出现祝福全世界信徒国活一快乐尔，想袂到梵蒂冈日一直向宣布，这教宗本这个已经病逝，食到88岁。罗马教廷梵蒂冈日透过总部长发表声明，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已经在当地时间日早起7点35分过身，享受88岁。教宗日早出现伫梵蒂冈的国外节庆祝活动，将作为最后一摆公开出来甲发表讲话。Cari fratelli e sorelle, buona Pasqua. Il maestro delle cerimonie di leggere il messaggio. 教宗方济各本名是乔治·马里奥·博格里奥。1936年12月17日出世伫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意大利的移民家庭。伫厝内5囡仔内底是老大的，爸爸是铁路公司会计师，妈妈是家庭主妇。方济各1969年开始做圣职，经教宗本笃16世2013年因为破病逝世了后，方济各血栓继任，正做罗马天主教会第266任教宗，也是为西元8世纪以来第一个为欧洲出身的教宗，同时也是第一位出身耶稣会甲第一位选择方济各做名会教宗。方济各当选教宗了后，真侪摆对时事甲全球议题发表意见，伊关注社会攻击甲散车，呼吁大家照顾地球甲环境，反对死刑甲灭毒，提倡对移民囡仔感觉女性受迫的关怀。也是天主教会史上对同性恋者上友善的教宗，真侪摆公开呼吁天主教会宽容对待替囡仔妇女避孕甲同性恋的人。方济各今年2月14日因为喘气困难，被送入罗马的杰梅利病院，被传出病危，一直到3月23日才出院。20日圣保多禄广场的国外节活动是教宗出院了后公开出来上过一摆，想袂到也是最后一摆，甲大部分前教宗无同，会待伫梵蒂冈圣保多禄大教堂。方济各伫2023年底就透露，死后也待伫甲伊照姻缘的罗马圣母大殿。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讲到洪都拉斯2023年含台湾断交了后，因的白虾产业受到真严重的打击。这洪都拉斯11月就要举行大选咯，就这在野党的这总统参选人提出，希望会当含台湾恢复邦交。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今仔日是表示欢迎，不过有教授是认为讲含台湾恢复邦交的目的，应该不只是为着这白虾产业，这背后恐惊有其他的项目伫遐做拍算。洪都拉斯今年3月甲咱国断交了后，外头就甲中国建交，原底想要对中国出口白虾，想袂到2年以来出口量煞大落超过6成。那洪都拉斯外交部长4月7日表示过，希望转来台湾市场，甚至有在野党总统参选人，也就是洪都拉斯前副总统纳斯拉亚发出希望甲台湾重建外交关系。外交部是不是有掌握到相关的这个情势？当然，我们这是就是欢迎。现在他们的外交部长他知道国内的经济局势出问题了，说想要回头拜托跟台湾是不是能够重启经贸？从这个白虾这个事情可以看到，说是我们帮忙洪都拉斯发展起来的，他这个有点忘恩负义啊，结果伤了他们的人民，然后中国答应了都跳票，而且还倾销。2023年，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主导甲台湾断交，希望借中国的投资甲市场扩大白虾出口。不过，根据洪都拉斯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洪都拉斯对中国的出口额是3590万美金，中国对洪都拉斯的出口额是25.5亿美金，贸易逆差超过25亿美金。严重的贸易逆差冲击到当地中小企业甲整体经济。中国到今白虾采买量拢比原底预期差真多，但是学者认为讲洪都拉斯袂因为一个白虾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要复交恐惊无遐乐观。其实中国大陆跟每一个国家的都是一样，包含美国，对不对？
因为洪都拉斯没有东西可以输入外销给中国大陆啊，除了咖啡、吃这个鱼，其他怎么输入？那中国大陆有很多轻工业产品呢，当然是比较便宜。所以说，几乎拉丁美洲国家每一个国家的进口的排名前3名都是中国大陆。像复交，那是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性啊，几乎是0。学者提起讲，复交的背后恐惊厂搁较侪条件限制，也那林佳龙市中心强调讲，会甲即马有的邦交国关系做好，以南美洲友邦巴拉圭等国来做例，强调透过英邦计划稳定关系。四边的国家若想要甲台湾建交、恢复邦交，这就是计划发挥的效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伫咧做外交部长，迄个时阵的助理何俊杰牵涉到强谍案方收押。那入法院的司委会呢，针对着强谍渗透进行报告。民众党的立委吴国昌也问到这何俊杰这个案件，讲伊的长官吴钊燮敢要做回来侦办咧？法务部长陈明谦就表示，若总有证据就会办。也不过呢，这国安会也在今仔日呢，无派人出席着委员会，也无请假，是互在野立委真不满。最近，执政党高层内部一直传出有中国间谍案，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伫外交部长任内的助理何俊杰也涉伫其中，搁互收押。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日夜排定强谍渗透进行检讨的专题报告，国安会也伫受邀请的列小名单内底，毋过煞无派人出席，也无请假，引发立委的批评。吴钊燮是不是有心虚？是不是觉得丢脸，不敢来？那官威大得不得了啊！说不来就不来，吴钊燮该不该一起侦办？我不会干涉指导、干涉介入个案哈。是。那这个检察官如果有证据的话，我想任何人只要涉及共谍，我想检察只有犯罪嫌疑就会依法来侦办。国安会回应讲，按照现行的惯例，未派人到场。不过，调委吴宗宪是认为讲，国安会秘书长身躯边的人涉嫌着强谍案，代志是真严重，会考虑敢会谴责国安会。另外，现退役的军方人员变做是中国间谍，案件是未少。总统热情着要恢复军事审判的制度。不过，立委也指出讲，伫维持太平的时期，恢复军审的必要性。佮较烦恼讲，军法官已经真侪年无伫前线，这是要安怎确保专业性佮独立性？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没有效度的一个事情呢？包文，这个其实就是整体来看，就是从了平时以外啊，暂时，因为我们暂时还是军法官要回到这个审判实务工作，这个军法官的独立性，我目前的规划跟这个进度怎么样？军法官独立审判的一个，对，这个是最重要的。那这部分其实我们目前都在参考司法院法官法。关系到军审制度未来的规划，司法院强调尊重国防部的决定，未来也会看国防部的需求，甲因提供相关的建议，互因参考，期待会当独立、公正、专业性的方面去建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桃园中立这慢性病专科病院中心病院，1个月14日，叫这属金病毒攻击。病院虽切断网络，也报警察啦。至少着这挂号系统拢爱改做是人工来处理。这是今年第3站病院遭受骇客攻击。卫福部强调，已经有公布医疗院所治安相关指引，也会赶紧辅导厂商落实规定。就是这间位于桃园中立的慢性病专科病院中心病院，近日传出电脑和骇客攻击，有8万外币币类外泄，引起部分跨境民众烦恼，就医资料可能安尼流出去。毕竟自己的个资啊，万一就是不小心被人家盗用的话，你就是自己还是会觉得很害怕。自己个资被盗用，或者是怕是被诈骗怎么样，当然会担心。这个事件发生在这个月14日，桃园市卫生局接到中心病院通报，受到骇客恐吓讨钱的批，院方是中断所有网络，继当晚向警察局报案。院方昨日伫官网公告，因为电脑系统异常，造成网络挂号错进，意思开药单等功能停止，改做人工处理。这也是伫马街病院、中华基督教病院互骇客攻击了后，今年第3件病院互骇客病毒攻击事件。第一种可能是国家支持的攻击，它有目的性的，想要偷敏感的资料；那另外一种就是想要赚钱为目的。该院目前正在安装防毒软体，还有医疗相关的一些资讯系统。治安专家表示，病院是8大关键基础设施之一，较会真做骇客下手的目标。每一间病院的状况不同，治安防护也无啥同，需要透过卫福部来加强治安联防机制。卫福部强调，已经公布医疗院所治安相关指引，会尽速辅导厂商落实规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昨下晡台北落大雨，这大巨蛋呢，这室内也伫咧漏雨。中机关执期讲，这世宗问题要到啊，若阵咧落雨要安怎来应用呢？台北市体育局表示讲，已经有要求这远雄公司赶紧处理甲改善，这影响的范围啊已经得到控制咯，袂去影响到世宗温。远雄公司也讲，因会继续来改进。小可落大雨，小台也咧溺水。中信兄弟二早伫大巨蛋来迎战富邦悍将，不过因为台北下晡熊熊落大雨，台北大巨蛋的看台区又搁漏水。议员只是讲，这款的场地品质要安怎迎接特别举办的世宗运，又搁要安怎保证申请大型的国际比赛。接下来的世界壮年运动会会有所谓的姐妹市外宾等等坐在里面，难道要换位置贻笑大方吗？WBC 这种国际经典的棒球赛事申请的资格是非常的严苛，漏水这样的瑕疵可能都会导致我们的分数递减，影响我们跟其他日本、韩国等棒球强国申请国际赛事的机会。蒋万安市长在这一年来有时间去管美国关税的问题，有时间去管我们的立法院要不要倒阁，怎么就没有时间好好的把大巨蛋漏水问题解决呢？体育局是回应讲，已经掌握执行，第一时间要求远雄公司来处理，一定保障活动参与者的权益，也进行改善。你怎么看昨天大巨蛋又漏水？体育局已掌握零星漏水情况，第一时间已要求远雄处理，除协助民众换位，确保民众消费权益外，针对零星漏水事件再进行改善，并已纳入年度营运绩效评估考核，以确保场馆品质。体育局也表示，已经伫114年2月7日会同台北市土木技师工会来现场勘查进行漏水的区域，确认无漏水的情形，并且已经大大改善。也继续要求远雄加强巡检甲依护，若准发生一寡漏水，一定要甲主办单位共同保障消费者权益，并且进行改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屏东北大埔山这爬山步道呢，19有爬山客落去山坎，消防去解救了后，有甲人送去病院治疗。不过才发现讲去爬山的这7个人虽然有申请这入山许可，不过这阵人无半个人是有这紧急救护相关证照，违反屏东爬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会当开罚单，上当罚5万块。搜救人员伫雾中找找去爬山落去山坎的人。屏东北大埔山登山步道1.75公里的所在，19早起发生事故，消防局赶紧去救援。利用绳索下降将民众救出，后送医院。本次爬山民众因未符合登山知识条例的相关规定，本分队开予举发单。搜救人员用绳将人游到步道了后送去，消防局查证受伤人是7人爬山团的成员，原本3日2暝爬北大埔山，虽然有申请入山许可，但却无人附紧急救护相关的证照，违反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应罚1到5万。人员必须符合紧急救护之相关证照，以及必须办理登山之综合保险，以免违反相关之规范。屏东台中南投标立到花莲顶管区自治条例，拢有进管制山区爱护领队来带，而且领队要有紧急救护相关证照才会规范。照管区无共违规，会针对领队或者是队员开罚1到5万。南投另外强调，若勘察相关行迹会依法移送。基本救命术它要搭配的是迅速的到院治疗，然而我们在山区或野外到院时间至少是半个小时起跳。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需要的是野外专用的这种野外医疗。这支条例的出现，它完全没有改善登山安全的作用。法规是为降低搜救资源浪费，不过专家表示，就算有证照，山系救援最后依然爱请搜救人员将人带落山，加上台湾山系多元，相关规范唔那甲现实袂合，也无法度拢适用。建议政府不如重视搜救收费问题，制定标准，各位校园顶落实安全教育。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解决民众伫公园食薰的乱象，即台北市去年10月呢，伫咧树林区的前港公园设一个禁薰铃，要提醒民众呢，即公园内面是袂当食薰的。有的人认为讲即用意是真好，但是也有人烦恼讲会含即食薰的民众起冲突。公园处表示讲会搁再研究禁薰铃的设置方式，也搁有配套措施。亲爱朋友，提醒您
为解释民众伫公园食薰的状况，台北市树林区前港公园内底设禁薰铃。那市30秒了后，就会开始公布，方便市的人先离开。听到的话，他自己会不好意思，他会喜欢抽，他会走到外面去抽啦。会，一定会，因为我们就真的很讨厌抽烟的人，对，然后你又不好意思告诉他，所以你只能去按。有人感觉这设计本意真好，暗过表示不清楚，伊的所在也歹找。有人认为禁薰铃设的位置接近烟熏聚集的所在，也是烦恼甲食薰人发生冲突。他设计的那个地方是在通常那个人聚集的地方，我去按它的话，那就是有可能会被他们看到是我。应该会按，只是那个装置在哪里我们不知道，里长吧还是公部门有所公布才会知道。面对这期，台北市去年10月伫前港公园设禁薰铃，用的次数干了170摆，半年来每日平均用无到1摆，显示成效有限，而且市办计划评估标准太过凊彩，也无后续的配套措施，干那用1999无民众投诉作为成效良好的依据，缺少科学甲精准的成效指标。有民众按了之后，然后那个吸烟的民众还是一样在现场持续吸，那我们是不是有相关连线的做法？现在这个禁烟铃是没有跟什么单位有做连线。我想设置的地点很重要啦，那所以当然还有标示也要清楚。好，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应该还可以再做一些改进。卫生局是表示，若公园内民众试铃了后，依然有民众食薰，请民众通知公园管理单位派人稽查。若现场发现食薰的人，以上资料由卫生局进行裁处，会依照《危害防治法》罚2000到1万。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民众去到垦丁畅水看这船鸥放卵，公关处表示讲，以今年放卵的数量来看，这垦丁海域生态是真稳定。也呼吁这些畅水民众呢，唔通用电火去烧船鸥，影响到因放卵。粉红色的精卵束出现，拄好互畅水客记录落来。这是垦丁海底船鸥一年一摆放卵的画面。4月20是旧历3月23妈祖生，即阵嘛是垦丁船鸥放卵的时。垦丁出水口甲跳石海域拢有船鸥大量来放卵。老文珊瑚、角菊珊瑚、盘星珊瑚、周孔珊瑚都有大爆发产卵的情形，那也呼吁潜水同好能够在水下人减少光害，以避免过度的干扰珊瑚产卵的情形。船鸥放卵是海洋生态健康的指标。学者指出，垦丁出海口的船鸥是上健康的一点。本来烦恼讲旧年风台逆流地势爆发来冲击到当地的船鸥，不过目前看起来影响无真重，不过也是会设立对陆地内的污染。可能陆源性的污染，像水土保持啊，还有废水排放啊。或者是大量游客到海边，防晒用品啊融入到水里面，或者人在那边活动的一些垃圾。垦管处讲，4月19到4月20，上无4种船鸥大量来放卵。今年的状况显示，当地的海域生态正在稳定恢复，畅水的所在，船鸥的生态嘛有提升。呼吁畅水客莫用电火甲因干扰。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佐定旧街啊，敢若58公尺尔，互人讲是全台湾上界底老街。当地人口流失真严重，不过最近的这社区拍拼，透过着这宗教活动、装置艺术，或者是这传统的德工艺课程，大大啊把这块土地活化起来。佐定教会今年已经是155周年咯，搁再含这国外一个活动结合做伙，真热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七彩的锁仔甲菜单挂伫咧佐定老街顶做装塔，边的佐定公园毛古锥土仔的装置艺术，互人感受到春天的气氛。为了庆祝设教155周年，甲过活节，台南佐定教会唔敢若办活动，佮布置社区环境。活动中，教会嘛透过罗马拼音，教囡仔念出当地15个特殊的姓，像麦、栗、毒、冰等，互囡仔认捌家己的根。较大的姓吼，一个是麦，日本时代也是民国时代。那个要登记户口，应该爱取一个名，所以应该取最后迄个音麦。有人会姓是因进前这家族拢无，为着要改变家己家族的迄种运势，去登记甲望族
的姓，有的人去直接将因兜的姓改做李。英国指定人口约有上万人，即摆减甲剩4100人，成做全市第2少的行政区。有退休的公共艺术家林兆庆，看到这有真好的自然甲产业资源，正自指定开设特技班，佮参赛地特技赛李天星合作，毋望互德甲的发展变做经济作物，因按算甲德甲用伫咧德国德厝顶方面，甲发展做绿色产业。阮历来甲即马。至少有6个少年人已经转来，甲咱的老街开始来做发展啦。咱的迄个左慢点的一寡活动吼，这拢是真侪少年人慢慢啊入来投入。我们推动那个地方创生之后，大家稍微重视佐证这个地方，不少的在地青年也好，是外地的。有一些艺术家他们都很关注这个地方。艺术家讲，全台上底老街都是指定老街，总长敢若58公尺，对稀微到即阵靠社区大家做伙拍拼，加上艺术家定期办活动，活化这块土地，因上大的愿望，互指定若有过去历史，更加有未来可能性，继续互在地有无共的光彩。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宜兰头城老街这单纯吉祥号，最近是改救黄色的封锁线，打广告讲随时拢有可能会放弃。那这栋老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不过因为无文书的身份，和文书工作者是正着急。建筑外形是红砖电刷拱门，是1920年代台湾的建筑特色，真有古早味。这是头城老街的单纯吉祥号甲关合社商户。根据文书工作者调查，建筑拢已经超过100年历史，也毋过最近单纯吉祥号防围起黄色封锁线，各大广告指出，两条线后期随时可能倒去。也不要说全部改变很多，就是稍微改变一下，恢复它原状就好了。如果真的倒了，不见得会很可惜。可能觉得有一点。100年建筑面临倒去的风险，民众认为，若真正消息会真可惜。也毋过，这个红砖建筑拢属于私人财产，到当也无文书身份，要保存真困难。有文书工作者指出，历史建筑甲景观属于公共财，公部门应该投入经费协助修复。文化资产的修复那个是很专业的事情嘛，也不宜完全由民间自己去动手处理。单纯吉祥号位伫老街的上南边，因为造型特殊，甲关合社商号拢是老街的代表。文书工作者表示，若真正倒去，恐惊失去后社老街重要的文化记忆。县政府文化局表示，因为建筑无文书身份，这当先去问所有权人，敢是需要协助。了解一下他们这边是不是需要一些什么协助。文化局表示，经过问所有权人表示，有封锁线是因为两条互白下就去，为着避免民众进入了后，互差异外影响，目前所有权人也无提出要争取建筑订立文书身份的意愿。文书工作者批评，这尔重要的100年建筑到当无文书身份，以公部门资源投入保存是文化局的失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美国川政府的国安团队。这加密通讯软体顶个月才放逼出讲，甲这大西洋月刊总编辑加入来，对方也当知影到这美军对也门的作战计划。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讲，这军组内面呢是无机密的内容。不过《纽约时报》另外搁再逼出讲，这赫格塞斯有用另外一个口子开一个军组，分享到这也门作战计划。这军组内面有伊私人的律师和伊的小弟，还有因太太。川普上任以来，已经针对也门武装组织青年运动发动真侪届的空袭。最近一届是顶礼拜对西部红海沿岸燃料港的轰炸，至少74个人死亡。内容讲是川普政府升级对也门的军事行动了后，史上上凄惨的一届攻击。3月期间，美国国安最高层的官员才因为美军对也门的空袭发生漏泄机密的问题。苏当时一个敢若18个人，包含副总统范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兹、甲白宫幕僚长威尔斯的 Signal 加密军组内底，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分享对也门的军事行动细节，甲即时动态。台西洋月刊的总编辑高伯格竟然也伫军组内底，了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赶紧背回讲，内容无牵连到机密。It's not war plans. There's no units, no locations, no routes, no flight paths, no sources, no methods, no classified information. 针对敢有漏泄机密，美国国防部代理检察长已经咧对伊展开调查。
即马纽约时报佮加亚康讲，霍格塞斯佮有另外一个用伊本人的手机甲私人口罩开的 Signal 群组，伊也共款伫遐预告美军对也门的行动。群组内底除了伊的小弟、伊的私人律师，竟然佮有霍格塞斯的看手珍妮佛。珍妮佛·霍格塞斯是福斯新闻的前制作人，并是五角大厦的官员。经过几个月，伊真侪届对伊的翁婿出访，并且参与韩国国军事领袖的敏感会议，互《华尔街日报》写文章批评。也那霍格塞斯的小弟甲私人律师，虽然拢伫国防部任职，《纽约时报》也积极讲，是安怎这两人需要先知影五角大厦的军事行动。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为了要反制美国的关税战，中国下令航空公司禁止接受波音的飞行机，也袂当甲美国飞飞行机相关的设备甲零件。另外呢，这海空运输业也受到影响。美国的物流公司 DHL 开始通知客户，1开始呢，因为这报关的规定改变，业务量增加，暂停各地要寄到美国价值超过美金800块的物件。中国国际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伫2018年时阵举行交机检查仪式，因过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中国下令国内航空公司停止接受任何波音飞行机。路透社报道指出，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原本计划交付予中国厦门航空，20元机为厦门飞转去波音位于美国西雅图的生产基地。航空资讯公司分析，新型的737 MAX 市场价值大约5500万美金。接受波音飞行机的中国航空公司，可能是受到关税所陷入困境，因为美国总统川普车闸将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总税率提悬到145%，中国是对美国商品扣125%关税作为报复。目前也无清楚是倒一方面决定让飞行机飞转去美国，波音公司甲厦门航空拢无回应。分析师指出，关税变化带来的混乱，可能使真侪飞行机交付陷入停止。一寡航空公司高层已经表示，甘愿延迟接收飞行机，也无愿意承担真悬的关税成本。另外，川普的关税也冲击海空运输业。美国报关规定变更，过去800至2500块美金会当使用简单的非正式入境证书。即马所有价值超过800块美金，大约新台币26000块的商品，拢要办理正式入境手续，而且还阁要提交另外文件甲交付关税，造成工作量增加，影响包括出货速度。美国物流公司 DHL 通知客户，21起暂停各地运去美国价值超过800块美金 B2C 报告。公司新闻邓伟仁编译。为了应应美国对挺关税，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接见北美洲台湾商会时阵，又特别强调，台湾会趁机会呢加强台美经贸合作。那行政院提出的880亿支持方案，有风声讲一寡方案呢会放零限制，亲像是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方案。按算之是呢，这行政议会会提出特别条例，送到立法院审议。迄种甲台商握手致意，总统赖清德2日接见北美洲台湾商会访问团。赖总统特别感谢台商伫海外打拼，毋是深化民间互动的重要桥梁，也互世界看到台湾。所以来，赖总统就讲到最近美国对中关税冲击，强调台湾会好好面对，也趁机会加强甲美国的经贸合作。美国政府的关税甲贸易政策对全球的供应链带来深远的影响。台湾一定好好面对，就这个机会来加强台湾和美国经贸的合作。面对美国对中关税策略，行政院提出880亿的支持方案，要协助国内产业做回渡难关。其中支持的方面，调整贸易用资利息减免措施内容，按算会当得到支援的企业会增加到24000间。那农业金融所提供的贷款支持方案，按算受益户数会当达到1.56万户。另外，中小微企业贷款佮加码申请资格放零，只要今年一定期间的营收比去年同期、去年下半年月平均，或者是今年1月到2月衰退达到10%，就会当申请。行政院长杜英台更加希望在上紧的时间内，争取甲美国进行后一届的直接有效的谈判。台湾如果今天是一个有国际地位被完全肯定的国家，也许总统就能够打电话给川普总统，极力的争取
就对等关税与美方政府进行下一次直接有效的谈判。行政院强调，这次方案细节部分会交由各部会就因管理范围进一步说明，按算20时的行政院会会提出特别条例，送立法院审议，争取至少880亿的特别预算，也无排除透过追加预算来应用。因若日本原底应用美国关税买普遍发现金，不过又搁冻点，行政院2日无进一步说明普遍发现金的立场，不过强调各国的产业结构甲台湾无完全相同，会继续随时调整支持方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病院一大外墙长的时间，今早起8点的时阵，就可能是物件伤重，即应价熊熊放落来。台北市建管处成依照违反建筑法罚厂商9万块，也发现讲有一名移工失踪，就可能是掉伫内面。即消防人力、救护车拢伫咧现场，但即应价拆掉要入去找人。工人咧甲时间比赛，赶紧拆出去啊！要互大型的时间器具来学。台北县的东子外壁原本咧进行修理整建工程，自一早起8点左右所发生公安意外，规排厝客向放落，一台车受损。台北市在红班研判，因为囤伤侪物件，才互时间客跌落来。台北市建管处勘查了后，指工地无申请恢复责任，违反建筑法，罚厂商9万。这公安意外原本自一早起无传出人员伤亡，不过伫现场的人伫下晡通报有一个移工失联。你的电话已转接到语音信箱。负责施工的承包商无接电话，事故发生经过院方一直追问，才承认有移工失联，也向院方烦恼，移工可能困在内底。他跟我们台大医院说有一个移工暂时找不到，这样子，他在积极的联系当中，但是移工都没接电话，不排除他可能是在那个鹰架的倒塌的鹰架里面呢。当然有可能。如果说发生重大职案，它违反职业安全卫生第6条第1项的部分，那一般都是以最高罚来处理，就是30万。所以如果是涉犯2个的话，可能就是罚60了，是不是？不同条文，对，没错。目前移工议员是伫失联状态，台北市消防局已经派出指挥车1台、消防车3台、救护车1台，人员15个，伫现场准备等出客拆掉进入工地现场搜查。台北病强调查明倒去原因甲责任归属了，才会重新启动拆除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国外2大品牌阿珠海力净新药啊，已经摕到台湾是药署的药证。有医生表示，讲这2种新药啊呢，对这轻度的失智患者会当延后病情恶化4年到5年，上近今年6月就当自费使用，不过尚无爱开150万。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是人口老化、失智症患者愈来愈多。根据卫福部统计，全台65岁以上失智症盛行率约8%，大约有39万人失智，其中佫以阿兹海默症类型上侪，占5%左右。目前临床救护只会当正常治疗无法治好。不过，国外2大阿兹海默症新药定期出伫国内是药署的药证，因为研究证实，这2种新药会当清除脑部类淀粉2倍沉积，那早期用药会当延后病情恶化4至5年。它是一种免疫的疗法，我们打进去那种是一种叫单株抗体，单株抗体它可以针对它需要想去攻击的目标去进行结合，所以它会找到我们大脑里头的类淀粉蛋白，然后跟它结合，那把它清除掉这样子。食药署表示，这2种失智症新药都是属于暂剂型，疗程拢是18个月。台湾失智症学会目前正咧参考国外资料，拟定用药指引，像用药条件是症状较轻的人，局限伫阿兹海默、轻度认知障碍等，各符合年龄的限制。2张药品许可证皆为治疗阿兹海默症引起的轻度认知障碍和早期阿兹海默症的病人，并与临床试验中所开始治疗的族群相符。医师评估，全台大约有5万多名轻度失智症患者。符合新药适应症，上近今年6月就会当自费用药，不过药费至少要750万，表示每一个家庭拢负担会起。地处健保署强调，只要药厂申请健保给付，将执行医疗科技评估，邀请专家讨论药物疗效等，若符合给付要件，都会纳入健保给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年1月有一粒通过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认证的小行星，天文学家界号名做丹顶坡小行星，来纪念这位伫咧228事件当中过往的画家。
文化部长李婉也讲，这粒行星临时的编号要228这3个数字，一切拢是命中注定。也希望这个小行星会当保庇台湾愈来愈好。金曲歌王赵明佑唱这首《为一粒星》，是含台湾戏剧专家尤元谦为陈廷波小行星所创作的歌。今年1月份，有一粒小行星正式通过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认证。这粒小行星号名做陈廷波，是全球头一个用台湾艺术家来号名的小行星。发现这粒小行星的团队表示，因为陈廷波对台湾艺术甲历史拢有真重要的意义，所以才会安尼号名。陈先生、陈哲博是我们第一个提出来的呀。当然，因为它属于我们的台湾那个近代油画里头一个很先驱者呀，就做很多贡献。天文学家表示，小行星对发现到完成国际号名需要几6冬的时间。陈廷波小行星是2007年伫鹿林天文台发现的，长大约有2.2公里，是太阳一年大约4.63年。预估今年6月中旬上接近地球。陈廷波文化基金会也表示，对因来讲，这粒星代表对乡土的情感精神伫宇宙当中行，是一种鼓励。今仔这个行星会当号名做陈廷波，伫阮子孙的想法内底，就是一种的鼓励啦。也若进前网络顶对这粒小行星的名有袂少讨论，有人建议应该用台语的陈廷波来号名。基金会表示，陈廷波的一生捌用闽文、汉文、日本话来展现伊家己的名，所以尊重天文学家伫学术上的号名用华语发音。另外，目前伫咧台北馆展出的陈廷波83特展有举办小行星微型展，现场通看到这粒白色的小行星用3D 列印的模型。文化部长也伫现场表示，希望陈廷波小行星通伫宇宙看顾咱台湾，保庇台湾一切顺遂。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讲到咱台湾的街仔路有各种的看板要吸引民众注意，不过有的看板是伤过大，甚至是伤过低，才有可能造成危险。这新北市工务局今透早呢，要求邦桥新海路被上百间的店家要伫咧30天来改善。那准无这呢，就依照着这建筑法罚4万到20万。不过这店家是认为讲政府的做法伤过逼啊。店家拢非常紧张，伫咧新北市邦桥新海路顶面有将近100间的店面，门口互新北市工务局大单啊，顶面写着空棒收过捅出来，要求店家伫咧30天之内爱针对招牌做出改善，若无会照建筑法罚4万至20万。这互店家感觉无法度接受，认为收过临时。要花钱当然是要改善啦。不花钱的话，我们就这样子，为什么要拆？对我们商家来说，会觉得这样又要花钱又花精力，是很麻烦。像我觉得，就台湾的市容应该本来就是长那么丰富。新北市工务局对4月2日8日开始实施新专案，为着要维护市容，避免风台来时阵造成危险。即届违规的空棒拢总分4种，分别是空棒收过大，只要超过壁面1公尺半就算违规；第2种是悬度无够，空棒若无离涂骹3公尺悬就算违规；搁来就是空棒生线和槟榔带空出钉，这拢是要求的重点。我们今天有开始执行，就是做劝导贴单这个动作。裁罚不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目的，那我们会先用劝导以及辅导，然后再依建筑法去做限期改善。新北市政府表示，这届第一阶段会选伫咧邦桥新海路，是因为这个所在是邦桥的重要道路，加上附近是重要的主题区和商圈。若是这届改善的成果袂歹，未来会持续要求新北其他地区的店面做出改善，希望透过慢慢的改善，整顿市容。记者第二选柯敏哲新北报道。鼓励民众珍惜资源，这新竹市环保局用囡仔用品做主题，邀请爸爸妈妈把厝内面无直咧用的囡仔用品摕出来免费分享给需要的人。现场也有这中国的家电免费修理，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呢，加强民众对环保理念的认同甲支持。囡仔穿过衫，也有使用过七套物仔，这拢是民众把厝内无阁需要的物件摕来免费甲大家分享。
让大家斗阵珍惜地球资源，达到二手循环再利用。我们带了很多小朋友的衣服跟裤子，还有鞋子，会觉得对于家长还有一些不要用的，可以环保永续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东西可能人家需要，然后我们可能也需要人家不需要的东西，然后就不需要再去浪费钱，然后再去买一些东西，然后就只有用一下下。长期推动二手分享的林大哥讲，当初会来参加，是因为搬厝的时阵，整理厝内才发现，原来厝内有这么多无用到的物件。透过免费分享，除了会当互资源搁再利用，可当帮助其他需要的人。我搬过一次家之后，发现太多东西要处理了，而且这些东西都还是好的。结果我花了1万多块钱请一台车，把它当废弃物处理啊！可是你让一代的人延续下去2、3次，它就可以变成说重复的利用，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咱希望，一寡物件会当循环，卖互变成粪扫，因为伊变成粪扫呢，咱政府处理这粪扫，其实压力嘛是有迄个压力啊。有些人他需要一些东西，那透过不用花钱啊，直接分享的方式。除了有免费的分享活动以外，佮找来清华大学学生现场免费帮民众修理各种的家电用品。环保局指出，所来也有宠物用品分享市集，以及召开餐厅用品市集，现场全部拢免钱，鼓励民众做伙来实际参与环保的行动。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国道1号路南的中华交流道，这车流量是真大，平常时上下班时间真够塞车。那当到假日时呢，这交通就大拍角啦。交通部长陈世凯今来到中华了解情形，针对地方民众提出伫咧彰化市设立第2个交流道，交通部也建议县政府会当先做可行性评估。车位高速公路驶落来，倒手边有第19线的车辆，正手边阁有慢车道加高菜市场的出入口，交通真复杂。虽然经过这届的规划调整，但是当地民众表示，改善的效果有限，便若上下班也是假日，嘛是真够塞车。上下班的时阵就够塞车，我是觉得就算有替代道路的话，有时候还是一样会塞车，而且这个路段的话还蛮容易车祸的。国道1号路南的彰化交流道，一落来就是纵贯公路第19线，这嘛是通彰化、河美、鹿港、秀水这乡镇的重要车路。根据高公局的统计，逐天下班时间，为交流道就开始塞车，上无塞1.5公里远。若拄到假日，就塞愈严重，甚至影响市区交通。交通部长陈世凯2日来彰化会勘，伫交流道边的果菜市场表示，希望有固定的青红灯管制，毛民众建议伫彰化市新设第2交流道。伫4大门这边固定时间24小时，咱固定。啊，阮的要求，阮的南大门就是只进不出，安尼袂影响到咱这交流道这边的动线。那刚刚也有提到说这个第2个交流道的问题啦，那这个部分其实也要拜托县政府这边，或许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可行性评估。交通处这边做的报告里面也还看到好几个问题。如果那些问题其实可以克服的话，或许这个可能性，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地方提出会当伫中心路2段到中美路，利用国道的土地建设交流道，小偷目前彰化交流道到塞车的情形。交通部嘛建议县府会当先做可行性评估，若地点适合，中央甲地方会当进一步讨论。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高雄有要到2000个民间经营的停车场，3不5时传出的停车纠纷，民众也无法度受到保障。高雄市交通局即马推出合法停车场的标章，要予1193间合法的停车场，也会当予民众当作是停车仓库。纳钱了后，车辆准备要开出停车场，民众驶车出门，定会拄到停车的问题。不过，你敢知影家己停的停车场到底是不是合法，有保障无？地点有方便的话，对。那你在停车之前，会不会先看清楚它的收费标准什么的？会稍微看一下。可能它附近可能这个观光区可能就只有1个，这种停车场可能就1个或2个，但1个或2个通常都是停满的啊，那我们就会不知道怎么停。对，这时候就会很依赖私人停车场。
民众停车有人看介绍，嘛有人是方便度过。交通局统计，到今年3月底为止，高雄市合法的边境公共停车场拢总有1193场。不过因逐个月拢会接到民众检举，发生超收停车费的状况。因此现在因推出合格标章，就搭伫停车场的出入口，要帮助民众分别合法的也是违法的私人停车场，而且会随时派人抽查。交通局强调，业者若是违规收费，上悬会当罚15000块，而且会当连续处罚。交通局通常接获民众反映遭收取过高的停车费，或者停车场未申请及收费的情形，交通局均会依法查处并持续加强查核。我觉得这个推行下去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例如说我是业者的话，我会比较遵守游戏规则。那我是消费者的话，我也比较能知道我的权利在哪里。民众普遍认为推出合格标章对减少消费纠纷会有帮助。不过，伫咧停车位较欠缺的所在，定定是私人停车场较侪地点。民众大多数拢也是方便度过，要安怎辅导业者合法经营，才是公部门爱注重的部分。记者柯家族、焦勇、高雄长报道。台九线这花莲玉里三面路段，去年因为这车路分跨空停，有200多人的山野树风头死，掠到3个嫌犯。花莲地方法院判这3个人4个月到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这是去年花莲玉里镇三面路段当咧准备进行的第9线道路分跨工程，边有大约200多粒的山野树，互人落空灌农药，陆续死亡。检调后来发现，其中一位就是在地里长。当地的里长蔡姓里长还信誓旦旦说，太可恶了，200多棵被毒杀，一定要找出凶手。结果我们检调居然发现，他本身就是凶手。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滑稽啦。除了姓蔡里长，检调阁查出姓池甲姓范江的2位男性，其中姓池的男性迄阵是布昆基立委南区办公室的主任，即马虽然已经离职，但是投死老邱的行为已经在当地引起争议。在开始查以后，刑主任他就直接就推下来了，他也知道这个事情就会闹得很大。可是我们不希望说是由他们3个来顶替这个事情，一定是某某人。跟厂商已经讲好了要怎么处理这些树木。专案经过1年的审理，法官认为讲3个人有坦白，事后也和公路单位调解，并且按照内容专业赔偿刷。另外形容3个人的状况，裁处姓池的男性有期徒刑6个月，姓蔡的是5个月，姓范江的是4个月，会当1颗罚金。那我们也与当事人来做一个调解成立，那赔偿金额就是我们所受的施工赔偿金额，大概在162600多元。布昆基委员办公室是表示，这个案件是姓池的前主任个人的行为。布委员是当时参与第9线分跨工程时，一直有咧协调老邱耍载的方式，并无任何违法的代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嘉义县是台湾种乌卡丽甲上界大的产地，这大拿种的面积呢有800公顷。但年3月开始，就是这乌卡丽甲的采收期。农民表示讲，虽然去年受到这天气影响，今年的收成时间有较晚，不过今年虽然品质真好，头一批出口就要13吨，也按算今年也有80吨以上的出口量。合作社工作人员无用手头的工课，有人写，有人哪写哪紧。大家要赶紧替农民来处理早时啊采收落来，准备要交外销的笋仔。大拿的农民讲，清明过了后，产量会愈来愈多，笋仔有外销会当稳定计价。气温越来越高啊，雨水量也变多，产量会增加，但是因为产量增加，所以我们价钱就开始往下掉。那你如果有这个外销的通路的话，可以帮我们把价钱维持在比较好的那个价位。合作社表示，原本3月开始就是乌卡丽亚收成的时间，但是因为去年风台影响，所以收成较慢。不过今年的品质袂歹，按算今年外销的状况应该比去年较好。今年风台的问题，所以飞足侪条的，多足侪怎量会减真侪啦。今年的量会减到这一算，品质袂歹。因为水提早了，咱今年有雨水有，所以讲你有雨水有笋仔就有。嘉义县农业处表示，嘉义县大拿乌卡丽亚已经连续5档有接到国外订单，目前产季每个月会当出口一个货柜，一年有80吨左右。贸易商嘛表示，会看国外市场的状况，出口量有机会阁增加。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根据环境部发布历年人才就业趋势报告，讲2024年全台湾将近3600间企业欠历年人才。这环境部伫咧3月底有含全国28间大专校院合作，成立着净零历年人才培育联盟，要培育人才。拜环境部呢也含台湾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要开专业的课程。环境部长彭启明和台湾大学校长陈文忠欢喜握手，对未来合作充满信心。拜环境部和台大签订气候行动甲环境永续合作备忘录，因为目前全球拢正积极咧推动2050年净零排放的政策，减碳是国际趋势甲目标。环境部表示，亲像气候变迁和永续发展的人才培育，要安怎进入台湾的韧性，和产业界的实务经验结合学术研究，是这个合作的目标。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实务的气候的经验，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协助台湾大学能够来近邻方面可以更积极，甚至说我们也可以来当我们的师资。那我们很多环境部的优秀公务人员，面对未来的气候的挑战，也需要更好的管理的知识，所以各方面呢，我们都需要台大来协助我们。根据环境部发布的历年人才就业趋势报告，2024年全台有将近3600间企业欠缺历年人才，平均每个月人力需求每月2.2万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气候变迁是全球上严峻的环境风险之一，这届合作会特别针对公职人员、产业界来推动温室气体减量、移除等等的研究，结合台大伫气候永续议题学术能力。伫个即个环境方面的课程，已经有过来的迄个学位学程甲迄个中心研究中心咧做啦，所以即马就是讲，阮进一步甲伊扩大，并有更多的人更多人会当来修这个课程，来培养咱国内所需要的人才。台大表示，目前以个性课程会伫114学年度开始推动，到时阵农学院、工学院、理学院，佮有管理学院拢会规划课程，也按算办理论坛研讨会，互历年人才培育佮较有专业性、系统性。希望透过下部会合作，提升台湾对气候行动的社会认知和影响力。记者张家丽、曾俊佑台北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人台北汤圆新竹对23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2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2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3度。苗金马祖对21度到2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